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了很想念大家记得上一季我们学习耶稣的12门徒，那这一季我们有新的主题，要讲旧约跟新约。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大家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这疫情还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人在疫情的危害当中都有生命的危险，以及有很多人因此感染来丧失生命。但是在我们台湾有主你的保守，以及我们有好的防疫团队帮助我们，使我们国家台湾这个地区还非常的安全，也让我们能够正常的上课。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要献上感恩在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医生、护士，以及所有协助这些病患的医疗团队，他们的努力，求主你也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你的保守让他们都能够健康。接下来我们也要为了教会献上感恩，因为很多教会因为疫情的来临没有办法上主日学，但是我们非常的幸福，能够透过网络线上，每个礼拜都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在线上见面，也因此能够在此敬拜上帝。我们将这种感恩也要感谢上帝你的帮忙，让我们能够不用到教会就能够在这里跟你见面。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先召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哇，感觉好久没有和大家在教会里面见面了。感谢上帝的保守，现在台湾的疫情趋缓，很快的我们将可以在教会的实体礼拜里面见面咯。所以请小朋友每一个礼拜一定要认真的上线上的主日学，我们能够把每个礼拜的进度都牢记于心，等我们在教会里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听好听的故事。接下来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会进入旧约的教学。小朋友，你们知道在圣经旧约里面有几本书吗？答案是39本。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帮助我们在一首歌的当中就能够把39本的旧约的书都记起来呢？现在老师要教你们来唱这首旧约目录歌，希望借由这首诗歌我们都能够对旧约有初步的认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利希、米记、以斯帖、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和西阿、约珥书、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书、米迦、拿红、哈巴谷、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哦，旧约目录歌。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记、以斯帖、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和
有这首诗歌，我们能够把旧约的39本书从头到尾都念过一次。亲爱的小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练习这首诗歌。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一首旧约目录歌。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唯一，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上帝他认识我们，也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也要爱自己。当你看见你身边的朋友，你要知道他也是上帝所创造独一无二的宝贝。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互相祝福。你是唯一。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亲爱的小朋友平安，这是咱个来到圣殿来阿乐上帝。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祈祷，我们也可以感谢我们的神。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用赞美、用祈祷、用感谢来赞美我们的主。这首诗歌是台语的《细汉囡仔学了天杯》，我们一起从头来唱一次，请小朋友也要跟着老师一起做动作哦。细汉囡仔小朋友，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诗歌是我要向高山举目。神是我的帮助，神就像高山一样，他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的磐石。让我们唱这首歌，成为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亲爱的小朋友，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请你将你预备好的金钱放到这里面，同时我们也将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一起献给主。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赏赐阮一切，阮也要将阮家己的性命完全献上予你，恳求主来帮助阮，互每一个囡仔拢会通听主，会通入捌主，恳求你也来赏赐予阮有健康的身体，也互阮会通平安来长大，将阮的一生拢来献予主。阮的祈祷无完全，阮也要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你的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各位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哇，已经越来越热了，有没有？我们已经进到6月了。我们接下来呢，经过了上一季，我们认识了12个门徒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在新的一季的课程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越来越热的天气，仍然可以从你得到平安。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可以有健康的身体，有平安的心灵。主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敬拜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嗨，就像刚刚严宝老师说的，我们呢上一季学习了12个门徒，小朋友你们还记得吗？当12个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上帝的爱。当他们正确认识上帝的福音还有上帝的爱之后，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他们就可以带着正确的知识，带着正确的信仰去各地传福音。可是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没有耶稣可以学习耶，怎么办？我们不能像门徒一样跟随在耶稣身旁学习。所以当我们愿意呼召，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上帝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对我们的信仰，对上帝的救恩有完全清楚的了解？那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像门徒只可以跟随着耶稣旁边学习，可是我们有一本很棒的书，就是这一季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一本很棒的书呢，它教导了我们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恩，还有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可以好好的认真一直反复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对于上帝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也会更正确了解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季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就是这一本全世界最多人阅读的书，就是圣经，好不好？好，那我们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是什么。今天的金句记载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和华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这就是今天的金句。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我们要念的地方是有2处。第一处是出埃及记34章27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第二个地方记载在申命记30章11到14节，是这样记载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过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虽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今天念的经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吩咐给我们的诫命，不是说放在天上，不是说放在海边，非常的难，非常的困难去拿到，非常困难的去听到，而是上帝把他要教导我们的诫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记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就可以去执行，按照上帝的话活出他喜悦的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接着就是我们要说的，今天要介绍圣经。哇，圣经这个圣经其实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今天老师呢要想办法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各位小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这本圣经。首先开始呢，我要问各位小朋友一个问题：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玩过乐高呢？小助手，麻烦一下，有没有玩过乐高？哇，你看，这是一个系列的乐高，有没有看到？当老师每次看到百货公司上面百货公司乐高专柜摆着这么好多盒子，然后封面都非常漂亮的图案的时候，我都会很喜欢，很想要拥有。然后呢，可是每次呢，当我打开一盒乐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里面并不是长这样子，对不对？里面是好多包，好小块的零件。每次我看到那一小包的零件，我都想说，这么多零件，这么小，大小好多种，我真的可以利用这些零件组成一台这么棒的飞机吗？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来，小帮手。没错，需要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每一盒乐高里面都会有一本，这是什么？说明书，组装的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做什么用呢？它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按照正确的步骤，一步一步去组装，把每一个零件呢都组装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呢没有按照它的步骤，没有去组装好，你到最后可能你这个翅膀组装下来，这只飞机的翅膀是会歪一边的，对不对？或者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太正确，所以需要有一个说明书帮助我们去组装这个乐高，按着它的教导，按着它的步骤，我们才可以组装成一台非常帅、非常炫的飞机。所以，孩子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要有一本说明书呢？这一本说明书让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一步一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每一天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不可以去做，什么该做。就像乐高这个说明书一样，它帮助我们不会把这个乐高组错。我们生命需要有一本说明书，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出差错，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在上帝喜悦中。那这一本的说明书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这一本圣经。对，圣经呢，就是你跟我生命当中最棒的说明书。圣经呢，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是高雄人，然后呢，我是大学的时候才从高雄上来台北念书。以前住在家里的时候家里有好几本圣经，所以呢，当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都直接拿家里的圣经看。可是当我从高雄考上大学，要来台北念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我好像需要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对不对？不然我没有自己的圣经，所以我就用我存了很久的零用钱去买了一本我自己的圣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上了台北，我从小到大都住家里，然后呢上台北，哇，爸爸妈妈没有跟我住在一起了，我还一个人住在宿舍，没有大人管我了。哎呦，可是我很怕我会因为没有大人管我，然后就不乖，就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圣经，因为在我要离开高雄到台北的时候，我爸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你要上大学了，你可以交很多朋友，参加很多的社团，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上帝。”哇，这句话我放在心中，所以我去买了一本属于我自己的圣经，让我带着一起到台北一起念书。那随时看圣经，提醒我不要离开上帝，不要离开上帝的话语。那么这本圣经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圣经呢，它分成2大部分，一部分呢是旧约，一部分是新约。那旧约它总共有39卷书，来背面这边刚好有，旧约有39卷书，新约呢它是27卷书。那39跟27，老师听过一个方式，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学过99乘法的，你应该知道39等于多少？27。你可以用这样子记，3927，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你这样就记起来了。39跟27卷书，全部加起来有66卷书。然后呢，也有人是这样说，一个叫圣经密码，就叫392766，这样的数字就帮助你可以很快的记得我们阅读的圣经总共有多少卷书。那旧约跟新约它是怎么区分的呢？非常的简单，它是用耶稣的降生来区分。旧约呢，它是记载耶稣降生之前的事；新约是耶稣降生之后的事情。但是呢，圣经这么多卷书，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主日学或者是在翻查圣经的时候，你都会找不到帖撒罗尼迦书，这个名字好难念，它到底在哪一篇呢？可是你要希望爸爸妈妈在我们今天刚刚熊师母有教我们练习圣经目录歌曲，可以一起把这首歌练习。哇，真的，孩子们，你只要把这首歌背熟之后，你一辈子你在翻查圣经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快。当你熟悉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你要查的那一卷书是在哪一个位置，所以会对我们阅读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希望各位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练习。然后呢，圣经很特别的是，你知道，通常一本书啊，都是由一个作者或者是2、3位作者一起写成的一本书，但是这本圣经很特别哦，它居然有40几个人一起写作合成的一本书哦。哇，这40几个人，为什么说40几个人呢？为什么不能给一个明确的数字42或43？因为在这66卷书里面，像希伯来书，到目前为止，圣经学家他们还不能确定他的作者是谁，所以他取一个大概值，大概40几位。那这40几位，它包括了什么？有君王，比如说大卫王，他在诗篇写了很多赞美上帝的诗；有先知，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甚至呢还有渔夫。我们刚刚之前讲过的12个门徒里面，彼得他是渔夫，他写了彼得前书后书。所以这些书，这本圣经有40几个人，他们写完，然后合订成一本圣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么多人，他们不同的作者，他们写的东西，可是呢，可以符合表达的东西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主旨。你有没有觉得这很神奇？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们所写的内容是透过上帝的启示来写出来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其实这本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是上帝。上帝透过他的启示，让很多的人去看到、去听到或去感受到上帝
要教导他们的，然后把上帝要让我们听到的话启示他们，让他们记下来。从上帝创造天地的创世纪，一直讲到最后一卷书，就是关于末世预言的启示录，都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呢，也认识他对于我们的心意还有计划。最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的爱，他透过很多的人启示不同的人，借着这些人把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都用文字记载下来。说到文字，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有分很多种版本，对不对？有和合本，有现代中文译本，还有台语的罗马字版本，当然还有英文本，甚至还有盲朋友他们用听的圣经。这么多文字，这么多不同语言的版本，就是靠着很多的辛苦的圣经学家帮我们翻译过来的。原本的圣经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有部分是用亚兰文写的，就是后来很多的圣经学家帮我们翻译很多种我们看得懂的版本语言的版本，所以现在才能让更多人看到上帝的话语。OK， 这就是简单几个圣经的重点。然后呢，我们讲完圣经的重点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到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旧约。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认识旧约。旧约呢，它代表的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有圣经学家这样子说，旧约呢是新约的预备，新约则是旧约的实现和成全。这句话听起来不太懂，对不对？简单的说，就是说旧约记载了非常多的事情跟预言都在新约实现了。通常呢，我们依照旧约总共39卷书里面，我们按照它内容的性质，我们简单给它分几个大类。第一类就是律法书，这边有看到的律法书。律法书呢，从创世纪到申命记总共有5卷书，这5卷书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它有一个名称，我们会叫它摩西五经。在律法书，上帝透过这5卷的律法书教导告诉人民生活的准则是什么，诫命是什么。简单的说，上帝透过这律法书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你绝对不能做的，是上帝不喜悦的。或许有时候你会觉得，上帝立这种规则好像很严格哦，对不对？哇，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以前有一位朋友还跟我说，哎呦，颜志安，你们信基督教好辛苦哦，好多规矩，好多事都不能做。没错，表面看起来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规矩，给我们很多的诫命，很严格，我们很多事不能做，不应该做。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严厉的规则吗？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有爱。怎么会这样子说？因为爱我们，上帝立了很多的规则，这些规则，这些诫命，它重要的用途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要去犯罪，不要去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听得懂吗？我再说一次哦，这些规则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要去犯错，因为当我们犯错之后，我们会得到处罚。当我们知道这些规则，我们不去做这些坏事情的时候，上帝是用这些规则在保护我们哦。你看，就像你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照顾我们的长辈，常常会定我们很多规矩，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讨厌、很烦，怎么那么多规矩？吃饭怎么样？吃饭不能吃太快，或者吃饭不能掉地上，或者是很多规矩、很多规矩，你都会觉得很烦。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规矩不是爸爸妈妈要找我们麻烦，不是大人要闲着没事做，立了那么多规矩，然后每天这样子一直提醒你们，并不是。立这些规矩是什么？比如说一直告诉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不要用冲的，慢慢走。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保护我们不会因为冲出去被车子，可能被闯红灯的车子给撞伤。他在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我们？因为爱我们。否则你想你今天在路上随便一个路人，他会管你说，天气冷了，衣服要不要穿多一点？你走路都没有看马路，要小心。一个不认识的路人，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他对你并没有很直接的爱，所以他不会管你，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照顾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的上帝，他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会立了这么多规则，因为他是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我们，因为有爱，所以他需要这样子爱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好不好？这些律法书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有非常多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的诫命，然后记得这些诫命就跟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规则一样，都是出于爱我们。第二个类别就是历史书，这边历史书，哇，历史书蛮长的，对不对？历史书呢，它总共有12卷书，在12卷书里面呢，它主要是在记载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民他们发生的事情。在这12卷书里面呢，我们会给它一个区隔，像这边有写，就是被掳之前跟被掳之后，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抓，这个历史你们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在以色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王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分裂成什么？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后来呢，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犹大后来也被巴比伦王国灭亡。然后呢，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以色列人就被这样子抓到巴比伦王国去。所以呢，以历史书有这样的在被掳之前，从约书亚记到历代志，这是被掳之前的历史。然后呢，被抓到巴比伦王国之后，以斯拉记到以斯帖记就是被掳之后的事情。在这个历史书当中，简单的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会被抓？他在提醒我们不可忘记离开上帝。这些以色列人当初就是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生气了，才让他们面临到被别的国家灭亡、被别个国家俘虏的事情。所以历史书很重要的一点，要我们不要忘记离开上帝。然后这部分呢，也是我觉得在旧约里面最有故事性，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虽然呢，我们常常有时候地名啊，或者一些人名念起来都有点复杂，有一点难记，可是每一段故事其实都非常的精彩。每一个历史当中都有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事情。或许你们现在读起来呢，会有一些困难，可是像严宝老师小时候到现在，我都是用一个看故事书的心情去看里面的故事，一次、2次、3次，当你慢慢的看过好几次之后，你就会有不同的收获，你就会慢慢的对于以色列的历史，慢慢的会有认识，大概的会越来越清楚。然后呢，当你对以色列的整个事情、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你清楚之后，你就会在当中发现，对上帝对人的爱是充满了怜悯跟恩慈，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历史书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第3个部分是诗歌跟智慧书，从约伯到雅歌，总共有5卷书。这5卷书是我非常需要好好的阅读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缺乏知识，好不好？所以这个知识跟诗歌的这一卷书情的5卷书，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到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面对，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这5卷书里面去得到帮助跟安慰。非常熟悉的，大家都很熟的，就是像诗篇23篇，对不对？还有我们刚刚用我们上一季背的诗篇第100篇，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背起来。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经文如果在你的脑海中，它就会告诉你，就会给你帮助，给你勇气，让你不会害怕，让你得到安慰。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跟我一样，在这5卷书里面可以得到智慧。最后呢，一个类别，也就是最大篇幅的一个类别，它总共有17卷书，它就是先知书，从以赛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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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马拉基书。这17卷书呢，我们有把它分成大先知跟小先知。大先知跟小先知，它不是说先知的伟大，或者是渺小，或者是他身材高壮，或者他身材矮小。它的区分呢，是用它每一卷书的篇幅大小。我这跟
这5卷书它的章节比较多，所以我们把它归类成大先知书。其他的篇幅比较小，章节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归类为小先知书。这17卷书先知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那时候的先知，透过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人民什么东西、什么话语，然后呢，上帝也透过先知警告人民说：“哎呦，你们现在开始拜偶像，这很糟糕哦！上帝已经不高兴喽，你们再这样子做，上帝可能就会施行审判在你们身上喽。”但是先知也带给我们盼望，他告诉我们在审判之后将会有复兴，神的怜悯跟爱会超过这一切。所以先知书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上帝是好怜悯、行公义的神，他喜爱我们，他关心困苦与有困难的人。这就是先知书大概的内容。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小朋友已经坐不住了，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很难、很复杂？没关系，其实研发老师也是觉得很复杂、很难。所以呢，而且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哇，旧约的上帝怎么都这么严格？他常常都会很严格的处罚不听他的话的人。可是呢，看着，又看到上帝的怜悯跟慈爱。只要当以色列人民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又给以色列人民新的机会，又赦免他们。因为上帝希望借着他的怜悯跟慈爱，让以色列人可以完全的悔改。所以我想跟小朋友说，如果你们在听旧约圣经故事觉得很复杂、很困难的时候，没关系，不要气馁，不要觉得哎呀我都听不懂怎么办？把这个故事，把你听到的故事记起来。看不懂、听不懂的时候，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或者是主日学老师，问他说这个故事要我们学习的重点是什么？好不好？你只要记一个地方，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重点。慢慢的，在你慢慢长大，在未来再重新读过一次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不要急，你们都比老师还年轻，你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可以看很多次的圣经，可以从一个故事里面得到很多不同的启示。可是重点，不要觉得累，不要觉得难。就是我觉得累，觉得难，哎呦，看无啊，我不爱读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一定要持守看圣经跟祷告的习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很好的朋友？你的好麻吉，当你跟你的好麻吉、好朋友相处的时候，你跟他很熟的时候，你就会越懂他，越了解他，对不对？有时候他讲的一句话，别人都听不懂，你就听得懂。有时候他讲的一个冷笑话，别人都觉得不好笑，可是你就觉得好笑。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很亲密，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你跟他相处，所以你了解他，你认识他。同样的，当我们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每天跟上帝很亲近的时候，越来越亲近，你就会怎么样？越来越看得懂这本圣经，越来越清楚上帝透过圣经要教导你的话语，好不好？所以呢，不要觉得难，不要觉得怕，只要持续的把圣经放在你的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当中，花一点时间读圣经，你跟上帝保持很亲密的关系，你就会越来越看得懂。我想举一个我简单的例子。有一天呢，就是当我要结婚之前，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爸说：“爸，我要结婚了，我想跟你要一个东西。”在后来我爸爸的分享当中，他说他当初听到这句话非常的害怕，你知道吗？他说：“哇，糟糕，这个孩子要结婚了，他要跟我要东西，结婚很花钱呢，他是要跟我要多少钱这样子？哎呦，我也没有多少钱可以给他，怎么办？”这是后来他跟我分享，他听到我跟他要东西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可是后来你知道我跟他要什么吗？我跟他说：“爸，我希望你可以送我一本新的圣经。这本圣经，我想这本圣经成为我们即将成立新的家庭的祝福，表示你把信仰传承给我们，我们也要，我跟我的太太也要用这本圣经继续教导我的孩子，让这本圣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你知道我爸听到这句话之后，你觉得他怎么心情？
松一口气。对了，哎呦，一本圣经 ，OK， 不会太难。所以呢，在结婚典礼上，他就准备了一本圣经送我们。这本圣经我们很爱惜啊，有时候两个孩子常常有时候会去翻，我们都会特别叮咛他说：“不要折到啊，慢慢翻。”这是我的爸爸他送给我们就非常有纪念的一本圣经。虽然我们很珍惜圣经，可是你也不要因为说哇这圣经很宝贵，所以我都放在那边不去动它，不去翻，这样也不对，好不好？圣经很宝贵，我们要爱惜。可是更珍贵的是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要去阅读它，也要去记得它。有时候你看看你家里的书柜，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些书你已经很久没去动它了，上面都一层厚厚的灰尘了？会觉得那本书啊，我长大了，那个书我现在看起来不有趣了，我已经不想看了。可是圣经它是一本让你从小可以看到老，都会有不同的乐趣，有不同的收获的一本很奇妙的书，好不好？祝福你把这一本圣经当作你生命的一辈子永远的最重要的说明书。最重要的，你要尤其是十诫哦，要把十诫好好记得，这十诫就可以帮助你不会犯错，不会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让你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今天我们主信息就是将旧约简单的跟各位小朋友介绍一样。我们最后呢有3个问题，希望你等一下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家人一起讨论。第一个问题非常的简单，旧约跟新约它是用怎么区分的？第二个问题，旧约总共有几卷书？它可以分为几大部分呢？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第三个，请你们跟你的家人一起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每天都学习神的话语呢？这样的做这件事情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对我们带给我们的帮助会是什么？好不好？这3个问题，等一下记得跟你的家人一起讨论，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也求你特别祝福每一位孩子，可以将圣经这本书放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只是放在他们心目中，也让他们可以知道每天要去亲近你，阅读你的话语，让里面的字可以记在他们的心中，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帮助。我们将孩子每一天的生活、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平安都交托给你，求你亲自保守与悦纳。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啦，旧约讲完了，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新约，不要忘记哦。一样的时间，准备好电脑跟电视，预备你的心，我们一起敬拜。拜拜。小朋友，今仔日咱的金句是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讲：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小朋友，咱这季的主日学教材，咱要读的是《天下奇书》，咱要借着这3个月来暗念上帝10条诫。即马张老师要教恁念上帝10条诫。第1诫，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咱用伊安尼来想，记上帝哦。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2诫，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安尼敢若雕刻哦。咱来想，第2诫，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3诫，唔通懒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安尼懒散就凊彩哦。唔通懒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4诫，咱记者哦，爱会记哩哦。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5诫，安尼敬礼哦，甲爸爸妈妈敬礼哦。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诫是有加一，咱甲想这个敢若刀子哦，唔通害死人。第6诫哦，唔通害死人。第7诫有加2吼，唔通行奸淫，行见笑的代志伫暗中哦，咱安尼甲看起来，2个人
做丢脸的事、害羞的事，唔通行奸淫。第8戒5加3就是8哦，第8戒哦，唔通偷窃，安尼像3只手哦。小偷哦，在暗中偷人家东西，你看吼，就是唔通偷窃。第9戒5加4哦，第9，这样你以为我是10吼，其实我是9呢，安尼哦。唔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就是不能够说谎话，袂使讲白贼咯。第9。唔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戒，第10戒哦，10哦，把心抓起来，偷人家的心，唔通贪心，唔通贪心，这样就是10条戒。你若会晓安尼暗念，你就可以倒背如流哦。我若问你讲第6戒是啥物，你就会晓讲啥物。唔通害死人。我若问你讲第2戒是啥物，你就会晓讲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小朋友，咱为头到尾来背一摆好无？上第10条诫命，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2戒，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3戒，唔通滥删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4戒，着记得安息日，守以做圣。第5戒，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戒，唔通害死人。第7戒，唔通行奸淫。第8戒，唔通偷窃。第9戒，唔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戒，唔通贪心。小朋友，恁会当甲爸爸妈妈斗阵暗念，倒背如流哦。甲爸爸妈妈玩游戏，问伊第7戒是啥物，第3戒是啥物，很好玩哦。希望你们喜欢，谢谢。刚刚志安老师介绍了旧约圣经的信息，那我们可以知道啊，旧约圣经当中啊，其实记载了很多关于先知、关于上帝的律法，以及很多历史的故事。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困难，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每天愿意花时间阅读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上帝会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他想要告诉我们说的话。好，那我们总共有3个问题一起来做讨论哦。第一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怎么区分的？小朋友可以想想看哦。第二个问题是，旧约圣经总共有几卷，可以分为哪几个部分呢？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学习读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可以跟旁边的爸爸妈妈一起讨论，那可以把讨论的内容写起来，然后传给各班的老师。好，那今天的聚会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好，我们安静心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今天可以让我们也是用线上的方式来亲近你。主耶稣，我们知道虽然是用线上的方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阅读你的话语，每天分别为圣，那上帝会在我们身边保守我们。主耶稣，也求你让我们在未来这个礼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相信上帝，每天祷告，每天读上帝的话语。求主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不管是家庭生活或者在学校的生活以及健康。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孩子们，亲爱的家长，大家平安。很高兴台湾的疫情趋渐平缓，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将于6月14号，6月的第2个主日，我们要恢复实体的礼拜。请家长还有孩子们记得在每个主日的早上10点，我们要回到双联大楼这一栋楼。国小组的孩子在8楼，幼稚组的孩子在9楼。
希望家长跟孩子们，我们到时候在6月14号一定要来哦，牧师等你们哦。愿上帝祝福大家，而且要记得一定要戴口罩，然后呢，将你的名字、联络的电话写在单子上，一起带到教会来。我们还是要有实名制的制度，所以愿上帝祝福大家，到时候见咯。哈利路亚，哈利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